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最好的朋友，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更多的祝福。我们用一首诗歌，记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做伙来吟，嘛做伙在安静的中间来思想上帝在咱生命中的祝福。好朋友就是耶稣，当作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常常是路平安，道路看愈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信心，袂有放心到吐出。亲爱的朋友，你有一个上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当你感觉无不忙的事，还是感觉无平安的事，还是你感觉无人会使甲你讲话，你有一个好朋友，伊就是耶稣。你有真济代志，你会使交托予伊，会使甲伊祈祷。也请你，甲咱做伙来唱这首歌，是好朋友，就是耶稣。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作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
友，是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同做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肝常常是路边安，倒倒我愈艰苦事，这是对咱陪有真心，陪有放心交托主。耶稣在咱心的软弱，就这苦事来祈祷，主的恩手甲咱保护，心就安然免烦恼。愿主的听，愿主的稳定，愿主的平安，相赐予咱。各位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节到第14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1节到第14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惊慌、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圣经节也是耶稣进入一个他期待让这些每一个他的门徒更多的来了解，当我们在这世代，当他们所经历的时代，耶稣可能要离开他们，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并不是真的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跟社会或世界，我们该用什么样子的警醒的态度来面对。所以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记贺朋友就是耶稣》，很多时候在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工作，甚至面对我们的信仰跟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跟耶稣的关系，跟我们在这环境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警醒来留意我们所看待的生命问题。
在今天耶稣所提到这一段圣经节，其实一直到后半段都是在讲到末世的概念。什么是末世？也就是人家的说末日啊，但是末日比较多人会是把它停留在那是一个就像我们看的电影一样非常恐怖灾难的状况。那我们怎么样在这种让人会感到惶恐害怕的时间点里面，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认识上帝要我们怎么面对？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从这段圣经里面，当耶稣出了圣殿，然后正在走的时候，门徒也就近前来，然后指着这个圣殿，然后给耶稣看，然后耶稣也就跟他们讲，好，你们在注重看待这些圣殿，或者是看待这些事情，其实你们要注意，接下来更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面对教会。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灾难，甚至战争、疫情，其实也都让我们真正看到，其实末世代这个末世不是不可能，但是它却是让我们更多的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所以牧师鼓励大家，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节，耶稣讲到很多好像是让人会感到害怕，但是耶稣其实也会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生命态度。当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的时候，门徒就暗暗的说，主啊，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当你降临，当你和这个世界的末了，其实会有什么样的预兆，也就是说我们会先看到些什么。然后呢，其实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第3节里面，耶稣他就第4节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我们在看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那门徒他们的问题，问耶稣说什么时候那个末世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我们要了解几个问题。也就是说，当主升天之后，其实不久，其实这些事情都要应验。那也真正让他们看到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工作。那当我们在面对这个环境的变化，当我们面对好像看似末日的绝望的时候，基督徒应该要保持着什么样子的态度？所以我们从耶稣他的回答第4节到第5节里面，他提到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也就是说，当患难困难，当环境在变化的时候，很多自以为他非常清楚，他甚至他会猜透人的心，猜透环境的人，他知道怎么会去讲，可是他讲的内容往往却是迷惑我们的心，而让我们感到害怕，来相信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上帝的心意，即便环境再怎么变化，多么的糟糕，或者是多么的让我们害怕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需要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声音。所以耶稣说，因为将来会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代表的是说他是救主了。有人他会说，你们不听我的这样的建议，你们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非常留意小心，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去明白怎么做，甚至怎么说。所以我们对于别人谈论到有关这个基督基督很多种答案，其实我们更需要采取一个有智慧的去分辨，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整个的这样的状况当中，有人冒着像说他是基督的这样的方式在讲论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小心，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上帝期待他的教会所做的事情。那么在第4节到第5节，我们看到耶稣他提到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么我们刚好提到第4节到第5节，我们再跳到第11节，因为我觉得第11节跟第4节、第5节有蛮类似的地方，就是他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会迷惑人。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假先知
就好像简单来讲，现代的话叫做牧师啦，或者他假借他就是先知的恩赐啦，那不要说牧师讲的都是对的，那牧师也是人，牧师也是有软弱的地方。当他所讲的话语当中，你觉得怪怪的，那你就要好好私下找牧师去探讨清楚，到底你的疑惑在哪里？到底这位牧师他所讲的真理，他所传递的先知性的预言，他的根据在哪里？我们要更多的探讨，更多的明白，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0节到21节，也非常清楚讲到我们要如何看待先知所讲论的态度。好，20节到21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他也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也就是说，其实先知的讲论里面有一些是他正确的真理，但也有一些是他自己可能是个人的，或者是他的认知，而导致让你觉得有一些偏颇。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是牧师蛮建议鼓励各位我们尽量的可以跟这位先知预言的这样子的牧者，我们可以跟他多一点探讨，甚至一起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我想我们这样子的行动跟行为，我觉得上帝会非常的喜悦，而不至于因为我们的质疑而错过了可能这位先知所讲的这个部分，会成为我们生命很好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11节里面，主一再的在说，有许多人被这样的事情而迷惑。所以这个迷惑其实不是只有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其实在很多的教会历史当中，一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下去，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在我们来看第6节到第12节里面，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第6节到第12节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人为跟天然灾难的发生。也就是说，末世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了有关人为，还有或者是天然灾变。好，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不要惊慌。我们知道现在有乌克兰跟这个苏联的战争，其实早在以前，从以色列或这个中东地区的战争，可能我们会觉得离我们很远，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为了什么？因为那么没有一直在发生，一直在打。但是现在从乌克兰跟苏联的战争，我们知道是每天在打，甚至已经好几个月，甚至还没有停止的迹象的时候，那么人自然会觉得，哇，这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让我们害怕。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国要攻打国，好，那民要攻打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不会没有发生的，这是在我们现在的世代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主教导我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的。那我也在想，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想，有必要吗？一定要这样吗？哇，这也是我们很常会有的心态。但是主告诉我们，这是必须的。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在。所以呢，在第7节、第8节，我们也会知道战争，甚至有很多会造成国家的变化。当灾难临到的时候，打仗也自然就会有这个民不聊生、经济通膨，甚至会有很多的迹象会不断的发生。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状况一直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发生。第7节到第8节里面也就提到，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注意，这是起头。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哇，基督徒做主的门徒，做上帝的儿女不容易，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从第10章，
我们在第10章第16节到22节，耶稣就有提过，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我们从第16节到22节，耶稣提到了人要因为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主，我们会跟随主，会遇到许多不一样的灾难。但这些灾难里面，其实主也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也教导我们要如何灵巧像蛇，驯良如像鸽子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要如同像鸽子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促进那个和平，促进那个平和的环境。灵巧像蛇，也就是像蛇一样，能够随时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马上有那个反应，能够应对那个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生命的功课。当我们遇到很多，当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主的缘故，而导致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更要知道，我们这样做为主而做，为主而活，为主来做的事情是有福气的人。所以假如有人攻击你，因为你在教会花了那么多时间做了那么多事情，然后攻击你的时候，其实你不要生气，因为你为主服侍本来就是有福气的。别人怎么攻击你，别人怎么说不公平的话语，我觉得你都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而感到不舒服，甚至因为这样子而来受伤，然后离开教会。我们来看一段马太福音第5章第11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的话语里面讲到一个8福里面，人家说8福里面的一个福气就是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我也时常在回想过去，当人说我提到我做牧者的身份，或者是所做的工作有哪些不符合神心意的时候，我的心里有非常难过的地方，甚至也很想要去跟人去争一个对错争一口气可是当那个过程回想起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再回过头来看神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其实没有必要为此而生气，因为我知道我们因为主的缘故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是尽心尽力来为主而做的，所以我们是有福气的人。那既然是有福气的人，如果我们跟着这些人一样来对骂，或者是在那边争辩的过程当中伤了和气，那么我就不见得我就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圣经节，耶稣他也提到，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在第10节里面他提到，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里他提到人跟人之间有许多人，甚至彼此，其实这里提到许多人跌倒，彼此他讲到的是在教会里面，是信徒，是针对信徒所说的。有许多信徒因为遭受到患难，甚至受到逼迫而跌倒。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跟随主的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的人也会跌倒，而且也会做这样子争执跟恨恶的动作？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第13章第20节到21节里面，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知道10节里面他提到，20节里面他提到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我觉得这句话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人他进到教会，有人他进到教会，他是先看教会的外在，他不会看到的是教会的内在。所以当他进到教会，他觉得哇，光鲜亮丽，这些哇又有得吃，又有非常享受的这些冷气音响效果。
他听到牧师讲话这些话，他更欣然接受，而且非常愿意的接受。可是因为他心里面他并没有针对他生命的那个根、那个问题来去做解决，而导致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生命里面，而没有办法带给他真正的帮助。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3章21节里面提到，只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当为了道而遭受患难的时候，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无法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委身奉献，甚至遇到人的时候，遇到为了福音的缘故，人家的一句话激怒到你，人家的一个行为，不管是不是为了福音，但是你很容易生气。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人跟人之间彼此相爱，也能够在彼此在沟通真理或者是见解的时候，我们学习彼此尊重彼此的差异性。那么我相信，即便有这样子的差异性存在，我们也不会因为人的一句话而导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想要去争一口气而伤了和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所建造的，我们在这末世代所建造的教会，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第12节到第13节里面讲到，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各位弟兄姐妹，现今的教会也有许多让人感觉到不合适的地方。今天我们所看耶稣说不法的事，谈到的是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信徒里面，也是有不法的情事存在，不守规矩，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事情，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信徒，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忍耐，我们要忍耐到底。但是忍耐到底，什么事都不用做嘛？其实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找牧师，我们可以找属灵的长者，一起在祷告当中，一起在讨论当中，互相彼此尊重，更多的来理解到底事情事发的原因是如何，然后在祷告当中求主怜悯，求主来赐福跟翻转。我们相信这样子的方式自然会带给我们，不是单纯忍耐到最后你也得忧郁症，而是让我们在忍耐当中，我们相信必然得救的盼望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最后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了解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是真实的。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道，传递神的福音，为上帝的福音工作，向万民做见证，即便我们会遇到许多让我们觉得无法接受的事情，或者是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做，我相信神也要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段圣经节，启示录第3章8到11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段圣经节提到上帝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盼望。当我们在神的道中，我们在神的国度福音里面，我们为主而活，为主而做工，甚至我们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神。其实神一直在我们身边。圣经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主必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敞开一道门，是没有人可以关的。意思就是说，让你有路可以走。那撒旦一会，圣经说撒旦一会，那个一会叫做会堂，撒旦的会堂
里面自称有一群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所以当我们在可能不一样宗派，但是他们有照着上帝的真理来走的教会，我们祝福，神也必定祝福。但是如果同样都是在教会里面，可是却有不同的声音，就如同耶稣在前面所提到的假先知一样，假基督一样，他们扮演基督的角色，像要救人，可是实际上他们却是在高举自己的荣耀。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如同今天我们所看启示录3章第11节所说的，主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我们不用求别人来，让有一天说哇他们会来，这句话有一天上帝会让这些人在我面前下拜，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告诉我们能够谦卑的心，好好的抓住将福音推展的工作上面，把教会建造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不要建造在属人的事上。我相信神必定复兴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生命，也好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愿主的话语亲自赐福大家，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服事的工作上面，我们学习来跟随主。不管在你所就近的地方的教会，牧师都鼓励你找一个你所就近的教会，能够让神的话语，让神的仆人牧者来牧养你的生命，来教导你的生命，相信你的生命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主。主啊，我要滚对你。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美好的心意跟计划，当我们愿意将心全心全意的摆放在神的面前，他的爱不仅在我们心中，他的鼓励的恩典的话语也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激励我们走在前面的道路上，能够没有灰心，没有平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靠主而活。你的话点我心，让我无忘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让我无外靠的心，予我不忘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心，让我无忘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
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跟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头，坚持一生不骗你。主啊，我要跟跟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头，坚持一生不骗你。主啊，我要跟跟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阮伫你面头前，将阮的心怀意念恭敬交托上帝。愿你的生命、你的大能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世代，我们依然能够倚靠神，凡事得力；倚靠神，能够靠主得胜。求主你赐福我们每次的聚集，每次的领受，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